每晚的失眠，难道在想念那个在我心里面？悄悄开始和你有所关联，悄悄开始和你肩并着肩，不管你在哪边，幻想你的画面，靠我的肩，那种感觉特别甜，梦里相见。给我机会，你弄我的心跳加速砰砰，眼前朦胧，也闭上眼，幻想与你相见，也会激动，想念你的脸和你的笑容。怎么办才好呢？看着你的照片都心动了，到底我怎么办才好呢？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开始约会吧，我怎么办开口才好呢？都是每天，哦每天，哦每天，哦每天，就是希望你怎么办？恋爱的问你的，我们默契好像未来日的，心里的你电流那么大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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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表白让我现在开始吧，听着我们喜欢的歌就跟着唱，耳机另一半习惯了你一起分享。与你相伴多完美，想到我们终于有今天也不容易，其实我也非常紧张。Oh no， 面对正面还是扛不住。只是现在对你说的所有，要明白，爱是没有理由。说出来的感觉好很多，这是我的真实。Every 怎么办才好呢？看着你的照片都心动了，到底我怎么办才好呢？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开始约会吧，我怎么办开口才好呢？都是每天，哦每